这个车力气大，但是自己也重得很，你知道吗？对，3吨多，他为了要坐得舒服嘛，坐得重得很嘛。特别是沙子，我是不敢走的。太慢了，要限车就是你这种人。哎，死车了，车死了。哦，没有啊。倒什么倒嘛？为什么要倒？你太慢了，这种人限车就是你这种人了，走吧。唉，你像刚才那样把加力档加上就行了，不管了。好，现在把加力档挂掉，弄掉。随便你挂着也行，无所谓，随便。但是你得要有动力，不能太慢了。怎么说的？你没听懂是不是？不是，那我驾驭的话这样吧，这路，那你要带上去，脚上面有感觉，就像手一样的。你感觉到哦，他厉害了，你加点油；他不厉害了，你松一松。感觉人在开车，不是车在开人啊。好好学一学吧，跟你的那个叫什么？가서他还在睡觉，醒不来了。啊，他睡得厉害吗？应该这个，哎。我们现在吃方便面啊，这么多朋友看着我们吃方便面。昨天的妹妹读书了没有？毕业了，已经初中。初中毕业了。哦，那可以，她能听懂我说话的。他一点点。同家，他说方便面就这样吃的。他说泡着塑料袋里面。不是，这可以的。我去哪里我会跟你说的啊。喂，看这个哟。看这个哟，那俺还没过来。看这个哟。信号没到了。老板主动不动，你要干嘛？主任那边。不掉了，干嘛？这个我就说。
上学去不去？又去了，我有啥？有事。你赶紧我上去。又去了，不去。把你家就年轻没讲。把那家拍去搞快点。啊！他们现在开始做白切，白切，白切是什么呢？白切就是油炸面饼。以前我看到他们全是小孩，现在都是大人了，都长大了。这是他们家的阿木。哦，两个小孩在赶羊呢，太老手了，把窝都甩得啪啪的响嘞。你打石抛石器就叫窝斗，那没有几个羊，那什么挤奶嘛？对，没有嘛。هذا صالو كده يا بعد بيو هذا زي ما كيف كده خطوط تيمو جاكمل خوشي ميبا فوق ميدان تقرا وديو كوتو ميداتا ميوتا نيرو جوبتا نيرو دي بوجيكتو دي نيرو جوب سنايكي sonundan korsanını apar kadar şeyda. Yani de pişe tuğsu tokma yok. Bir dok kesi ki daha mı oldu ben de falan gider. Davul pardon. Orang yak apa yak yang kata saya ini para sirena itu yuk. Aşkım dimarın hangi?
你怎么不进来？他们三个准备杀羊，在洗手了嘞。不用说他会嘞，还有他的亲戚名字叫什么嘛？三代多姐。哦。然后他们今天准备把羊杀了，现在洗个手了。每个人很多人杀羊不一样嘞，有的人用针，有的人用刀，他是直接弄心脏嘞。所以今天这个还是比较新的吧，我看一下，3节多节了呗，3代多节，3代多节，哦耶。他们在这里面选羊了，选完了以后就要把一个羊干掉。看到里面有羊穿的衣服吗？这是为什么呢？还找到一个羊。他们本没有很多羊，他们一共就是100多只羊吧，2家人杀掉一个羊，我觉得挺可惜的。但有时候生活很无奈了，那也必须这样。这下闹去，他可以拿着，可能拿到快点走。可以知道那个。
啊，那我那不能说。来，大骨头。啊，大骨头。加工方法，就加工糌粑的，青稞炒熟了以后放在里面一磨了。有2个人，来，不行。磨出来的东西还是很粗的，不知道他们以后要怎么样加工。好啥？讲话对，讲话对。王牛，他那个王对，好吧，咱地上不包，不包就可以。那这这个麻不？麻不？麻不？俺那说的，他多。多回来。中间就是过来。算了，要放弃。那个有这个一个领导，还有过后的那好几个没一个。我们都看嘛，节目在拍摄中大嘛。啊，拍摄成什么了？可以的。多大不拍摄这东西？对。我刚刚觉得是的，弄弄的。这边，好多了。这个太上面那有这个的。我去看那个。这个大。这个这个。阿妈，在哪对？这个是放在羊肠子里面的，杀完羊以后放在羊肠里面，和血和很多杂碎放在一起，所以这么粗。否则我不可理解这么粗人怎么吃了。哦，谢谢，推进去。啊，你们要想办法说普通话嘛呀，不说的话以后不会说的。
错了没有问题嘛，没事嘛。昨天我买了一个柚子，吃完了他们就拿它当玩具了，那个皮就当它当玩具了。准备去放羊了，他们放一天羊嘛，晚上才回来了。准备了一些吃的，就这样。天冷也是这样，天热也是这样。所以说，这个是很辛苦的。他们把青稞磨成颗粒状，混合脂肪、羊油就是和筋肉等等一切，砸碎，把它缝在那个胃里面和肠子里面，做成血肠。那个精神啊！就是血肠，灌了很多。동자배, 따지나 능아리 그치다. 시험 말라 능아리 닭부리면 우메 보통 다 줘요. 먹고. 딴 일로 와. 放边上一点吧。这样就可以了。搬下去。你不动，我的太阳能板。我靠，你只想到你自己吗？不是，都没掉下来，就搬上去。啊，随便。随便。啊，你对。
今天这么多人送小孩去上学，对，我知道，对，这拍，我是跟这个东西在说，要走70公里都超慢。什么车？我不知道。飞机嘛，飞机太贵了，我现在没钱，没那么多钱了。飞机养的话太贵了，中国不让随便飞嘛。对。这个。Russell。送他们上学去了，今天是吧？没事吧他？晕了吗？啊？是不是晕了？啊？没有吗？哦，大家不懂。